2025年嘅年底，解放軍展開咗今年第2次對台嘅軍事演習。好多人都認為呢個係例行公事嚟嘅，因為由1995年開始，對台嘅軍演已經持續咗30年。但今年一開始就有一個好特別嘅細節，解放軍發布咗一張無人機拍攝嘅台北101大樓嘅相。我當時見到覺得好震撼啊！呢個極有可能係解放軍嘅戰機第一次進入台北嘅上空。之前嘅軍事演習都係喺外海嘅領域進行，官方冇公布到呢張相嘅參數，但係各方面嘅分析認為，無人機應該喺距離101大樓5到15公里嘅範圍。當然唔排除軍機有更加遠嘅拍攝能力，但係太遠係影唔到呢個由上到下嘅角度。畫面可以見到有民航機飛過，有推測認為無人機應該喺松山機場附近。兩岸嘅官方到依家都冇確認過呢個消息，但係台灣各界都幾擔心㗎。最得意嘅係陸委會嘅前主委蘇起喺2004年嘅年底曾經公開話過，最擔心就係解放軍飛到嚟台北影低張101大樓嘅相，咁樣我哋就好冇面啦。有人在談說，將來兩岸最擔心的一個劇本是什麼？那我最擔心的一個劇本啊，就是大陸的飛機、戰機飛到我們的上空，照一張101的這個空照，那我們面子很難看。軍事演習仲喺度進行緊，嚟緊有新嘅消息，我哋再同大家分享。